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1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2篇第5节到12节，耶利米书20章14节到18节，路加福音第10章13节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实的信心。遇到艰困的情况，人会如何的反应？通常我们会非常的反常，非常的激烈。人们总是喜欢怪别人，检讨自己，通常都是最后或是从来都不会发生的事情。昨天我们谈到了耶利米先知，因为说了上帝要求他传达的预言，结果他被这个祭司长给抓了，被凄惨的打了。他就怪罪上帝，好像说上帝以强势来强迫他一样。以前常常听一些家长谈到他们的孩子，特别是在很不乖的情况之下，他们总是会半开玩笑的说：哎呦，早知道如此，在他出生的时候呢，就把他塞回肚子去了。这样的一个心情，也就是今天先知耶利米的心情啊。在今天的经文耶利米书20章14节到18节的记载当中，耶利米先知继续的抱怨，他说出了类似的话。他说：愿我的生日受咒诅，愿我出母胎的那一天被遗忘，愿我向我父亲报喜的人受咒诅。他对我父亲报告：是男的，你得了一个儿子。愿那人被上主毁灭的城，得不到上主的怜悯。愿他清早听到哀嚎，午间听到战争的呐喊，因为他不在我出母胎以前杀我，好使我的母腹以母腹做坟墓。我为什么出世呢？难道只为着经历辛劳、悲伤和羞辱中消耗我的岁月吗？我们以较白话的方式来表达：早知道出生的时候就死了算了。也好像以利亚被追杀到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向上帝求死的情形一样。这样的说法基本上并不是真实的信心的表现。根据希伯来书11章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切据。无论是我是否能够见到事实的真相，可以预期到好的情况，都愿意相信那是上帝的作为以及上帝的旨意。又如同那跟着耶稣基督走在水面上的彼得一样啊，他选择了注目在那个大风浪之上，却没有聚焦在耶稣基督救主的救恩之上，因此他就跌落到水中，因为他没有真实的相信，即便耶稣已经牵手。真实的相信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有一位天才女歌手，她的名字叫做 Jackie Evango。那小时候唱她叔叔所写的一首曲子，歌名叫做 To Believe 相信。歌词谈到就是要希望能够停止战争啊，让很多可怜的小孩子有平安啊的居所啊。那贫穷和战争都停止的时候呢，人们就会有盼望啊。虽然还不能看到结果，但是他希望说我们能够永远有着盼望来相信。那去听见每一个哭泣的祷告，求主能够帮助我们，不要去忽略这些盼望，也不要失去信心。是的，真实的相信真的很难，但是这同时也是基督徒应该去学习追求的一个目标。我们要求被改变，要学习坚定的相信主耶稣基督。如果基督徒不愿意被改变，那怎么可能有信心呢？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10章13节到16节这样对哥拉汛、伯赛大以及加百农的犹太人说，标题是写不幸的城市。哥拉汛啊，你要遭殃了；伯赛大呀，你要遭殃了。我在你们当中行过的神迹，要是行在泰尔和西顿，那里的人早就坐在地上披麻蒙灰，表示他们已经弃邪归正了。在审判的日子，泰尔和西顿所遭受的惩罚，比你们所受的还要轻呢。至于你，加百农啊，你要把自己捧上天吗？你会给摔进地狱去。耶稣又对他的门徒说，谁听从你们，就是听从我；拒绝你们，就是拒绝我。拒绝我，也就是拒绝差我来的那一位。真实的相信，就是愿意去被主所改变，然后能够领受上帝的应许。如同泰尔和西顿的人民一样，他们就愿意披麻蒙灰，表示自己弃邪归正的信心。也只有这样真实的相信，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救恩。否则的话，就会成为像哥拉汛、伯赛大以及加百农的人一样，成为那拒绝救恩的人。诗篇62篇第5节到12节，我等候上帝，他是我唯一的希望，只有他保护我，拯救我。他是我的堡垒，我不至于惨败。我的拯救和光荣都在上帝，他是我坚固的堡垒，是我的避难所。我的子民啊，你们要时常信靠上帝，你们要向他倾吐心意，因为他是我的避难所。贫贱人不过像一口气息，富贵的人也都是虚幻，把他们放在天平毫无重量，比一口气息还要轻。你们不要倚仗暴力，不要幻想靠抢劫发财，纵使财富增加，也不要依靠他们。我一再听见上帝说过，权力都属于他，他有不变的爱。主啊，你要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赏赐。即便是遇到困难，求主帮助我们坚定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活出真实的信心来依靠，来领受救恩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